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联盟组织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6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圆满结束。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学者、活动人士、宗教人士、民间组织代表和政府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讨论了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现状与未来。会后，东突厥斯坦学者联盟副主席宣读了联合声明。声明称，东突厥斯坦是被侵略者中共占领，中共正在对东突厥斯坦的本土民族和其他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伊斯兰世界应该捍卫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权利和主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人巴奇莱特6月1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理事会演讲时宣布，不寻求连任。英国单方面提出法案，要求重新谈判北爱尔兰协议中的内容。欧盟已将付诸法律行动来威胁英国。英国是在去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北爱尔兰协议是脱欧协议的一部分。土耳其内政部长在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评估了有关叙利亚难民和突厥人长期居留许可事宜，表示可向克里米亚鞑靼人发放长期居留许可的程序已经启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国领导人在欧盟的推动下，达成维护国家和平稳定的环境，并将重点放在欧盟成员国的角度。根据欧盟理事会的书面声明，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外长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两国总统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北京市24小时营业的天堂超市酒吧被曝是北京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的引爆点，北京市政府周一紧急下令，几百万居民接受强制性的核酸检测，另有近万名密切接触者必须接受定点隔离安排。